西灣河日桃灣3房戶景最佳。屋苑喺西灣河，雖然規模細，但係勝在環境清靜，去港鐵站幾分鐘就到。呢個一座春瑤軒高層醫室係優質嘅海景租盤，飽覽鯉魚門海景同避風塘，日日對住佢，人都開心啲啊！客飯廳市正又闊落，家私擺位唔使傷腦筋。呢個長形嘅廳唔單止地方見使，仲有個幾大嘅對流窗添，空氣都特別清爽啲㗎。呢種設計淨係得E單位先至有㗎，不過望出去嘅景觀就麻麻地，喺樓群之中好局促。套房有個原裝入牆櫃，放得落大碼雙人床，牆身仲有特別嘅玻璃裝飾，冇咁單調。細房就有個連櫃嘅床，加高窗台做書台。樓梯係儲物櫃嚟㗎，一物兩用。另一間細房都有張高架床，原裝浴室都唔錯，保養新淨。廚房地方幾大㗎，櫥櫃夠多，易儲物。轉睇下3座抽型軒低層 A 室，景觀冇咁正，賣點就係夠平。客飯廳同樣市正好用，但係就冇咩裝修啦。單位望內園同埋街景，對面嘅樓就係李景灣。大房有廣闊大窗引入光源，擺完家私仲有條細通道。細房就夠位擺衣櫃，不過床呢就要靠牆擺啦。廚房有斜角位，唔多實用。